做乜解乃校講客家話咩？因為以前那屋企人那阿婆那阿爸校講，但係佢哋冇教乃，因為那以前有一隻問題，講東西嘅問題，好似講東西係咪4歲，差唔多係，所以我覺得好難，所以等下學用本書用客家同學客家係，然後開心學客家同埋學中文，因為等下可以同其他人溝通，然後好開心傾偈係，同埋阿婆好開心來同佢一齊傾偈，好開心係，OK。